这礼拜来咱报道上大牌是龙千玉阿娇啊哈，讲到阿娇啊，在人生当中有真侪波折，经过了风风雨雨以后呢，虽然这些波折对自己来说是生命的考验啊，但是真侪朋友嘛非常来关心伊，阿姨嘛在这礼拜呢，在咱报道上大牌来对跟你开讲的同时，也说说他的感谢跟感恩的心情。OK， 但是那么有完是被甲这个阿娇来开讲哈，开讲进前来听伊新歌，这首歌真的就像人生一样。前来演去。就黄喜也看到龙千玉阿娇哈，这个边个边啊，我就觉得有一种温暖的气流。哇哦，你说到温暖了，其实我这一张专辑啊，最主要的要表达的呢，就是温暖的声音，是，然后里面充满了爱，跟希望，还有勇气，是。嘿，那我也期许说，听到这张专辑这些歌的每一个朋友都能幸福快乐。你看哦，说真的啦，咱的歌迷，有当下有淡薄关系，有一寡要求吼，还是讲伊想要听到讲啊，这个阿娇哈，这个鼻腔共鸣可能来一点点哭腔，悲一点的，或者怎么样。其实我讲真呢，你这么多年来已经唱过无数的歌了，各式各类型的都有，对不对？
对哈。但是我们做专辑还是要有主题啦。是什么样的心境让你改变，想要做这样的主题？因为我这次在听整个声音的温暖的程度，就是说它比较内敛哈，没有那么放的这个感觉哈，完全可以呈现得出来。其实这些年来啊，我在选曲上啊，我很注重歌词，就是说尽量我们唱一些比较阳光的、比较正面的。我们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大概4、5年前，珍惜、丁秀、用心、卡奖，好，去年的幸福之恋，到现在的故乡之恋。我希望每一首歌曲，就是这个专辑里面的这个歌声呢，可以抚慰人心，是，对，然后也可以因为大家听到这些歌之后，让我们的心情呢更加的开朗，然后更加的开心，所以我觉得我刚刚一直在讲说，咱弄叫福报哈，咱当用咱的歌声，用咱的言语来跟大家结缘，好来感动到大家。那这一次呢，也因为透过生活的一些历练啦，人生的一些历练啦，然后再加上这3年心灵课程的学习，那我慢慢的，我觉得我还有更大的使命感要做。情爱的歌曲我还是会唱啦，因为我这个男女之间的这种情爱，这个也是生活啦，也是一种生活，对。但是就是说，用什么元素来表达这样的曲风？而且我觉得现在的整个世代在改变我嘛感觉讲，台语不一定讲拢是悲歌啦对不下是讲现在好多的对唱其实甜蜜的味道越来越浓厚我感觉大家就是有一个希望，一个愿望对有一个梦在那里嘛，我们可以去追。是，就像这一次呢，我觉得大家带给我很多的希望，我也希望我也带给大家很多的希望跟勇气。是，对，这就是这张专辑要表达的。好，最近这个志峰在忙什么？他现在在帮那个大牛牛哥制作，是，应该差不多快录好了。他真的整个年度都在忙嘞。对，他都在忙，然后接下来他还要做他自己的专辑。你看对，你现在做这个制作人做歌曲实在是比较起来是较轻松啦。对啊，所以他每次都会跟我 complain 啊，他说你跟他做歌曲呢，你敢不知我过来做制作人，我过来做歌曲，该写歌，过来写歌，我过来出去做活动了，我过来做秀呢。是姜老师，我知道。然后我还要陪妈妈呢。我说我知道。对啊。我们也很开心啦，说弟弟这么忙，对不对？忙是不是好事？当然是好事啊。对啊。而且我发现说真的，海外越来越能够接受他的作品，跟他整个人还有他的声音